这届地东苏花公路长期灾情上界严重的下清水桥，地基是完全漏气。行政院副院长郑文灿加交通部长王国材下晡嘛来到苏花公路来视察，讲拍算先用振臂杠牛做临时便道，拜六下暗就开放通行。这现场上新的情形，连线予台记者郭碧君。 记者即摆人伫咧苏花公路的总地管制站附近，即摆会使看到现场是营业用到满世界哦。这是因为昨华联大地震的冲击波地势带来的土石崩山地势这款的结果，一直到即摆现场拢一直有土石落来的声音，会使讲是非常的危险。目前苏花公路主要是剩下清水桥也未抢通，即摆等咧赶车辆初步先予小型车通行。因若拄啊，行政院副院长郑文灿甲交通部长王国材也到现场视察，咱来看因是安怎讲的。 那我们是希望在4月6号，那么下午6点以前，先完成临时便道。那这个临时便道可以通过小型车，然后大概4米左右。那接着利用原来的这个断桥的路廊，好做一个优化的这个便道，大概5月这个底左右完成，大型车可以通行。那年底前我们要把这个桥梁复建完成。 那所以我想，我们最快4月6号，也就是后天的傍晚，会完成这个临时便道，让苏花公路小型车可以通行。这个苏花公路如果畅通后，大型车还是不能够行驶。那有些蔬菜的这个货车可以上台铁的这个用托运的方式，到达台北的五堵。那如果是一般的货车也可以走台8线，到达中横。 目前规条苏花公路上主要的伤害是剩一个下清水桥的工程，目前是估计使用这个民国60年代的旧桥，搭配这个振臂的钢铁车辆先予小型车来通行哦。目前另外这个行政院长陈建仁中昼的时阵也视察总的车头，伊表示目前台铁已经恢复双向通车，但是花莲县政府有运送农产品这块资源的需求，会当来运用。伊也要求台铁公司要继续加速这个总的车头的重建工作。过来，陈建仁也提醒台铁行车期间要注意土石会可能会崩落的状况，也讲说来方面可能影响台湾花莲地区有可能会落雨，沿线的民众、村民都要注意土石流、崩山这块的情形危险。行政院长陈建仁也讲，目前已经83亿的经费，和花莲县政府会来提供因来紧急的时阵通行使用。以上是公司台记者来自总的车头的连线报道。